袂讲，真侪游览车都伫学校头前，囡仔拢真欢喜摕行李想要上车，真侪家长嘛拢来送行。这是台北市大安区仁爱国小一年一摆的毕业旅行，因为桃园、台中、台南市拢宣布甲户外教学或者是毕业旅行停止或者是延期。不过台北市仁爱国小学校目前6年级有360外的学生。 将近一半以上要求参加毕业旅行，家长大部分嘛拢是真正面的看法。是，其实你看哦，你看没有？你看政府根本第一教育局没有禁止嘛，这次第一教育局没有禁止，第二餐厅也都正常用餐啊，对啊。 毕竟人生就干那一摆小学的毕业旅行，仁爱国小照常办理毕业旅行，其实承受的压力嘛真大。虽然大部分的家长同意照常举办，不过校长面对镜头无想要讲话。向先生，那个办这个毕业旅行为什么要这么低调？他们班，因为我没办法联络。校长先生，你知道吗？那这个学生上去要怎么做啊？他担不担心？妈妈爸爸会不会担心说？ 会染疫啊，或是说这个不会哈，好。学校方面嘛公告，若是已经报名，不过烦恼疫情临时无想要参加毕业旅行的同学，家长会使申请退钱。到底上北市初级学校现阶段，敢要办理校外教学或者是毕业旅行？台北市和新北市教育局拢讲，要继续办或者是延期，拢交予学校家己评估。 只不过，新北市敢会有搁较严格管制，要是看疫情咧传的速度。